母语文学毋是天顶搬落来。有诶国家母语文学是天生自然诶，但是侪国家毋是。咱知影，毋是使用母语写作诶国家，因多数是因为别人失明，直到使用实名语。对因来讲，使用实名语写作颠倒是天生自然，因为因自细汉接受实名语教育，运用实名语哪像喘气遐尼自然，亲像咱台湾目前诶现况。毋过，当前世界上真侪母语文学真发达诶国家，煞是经过母语觉醒诶文学革命才得到诶。亲像国家诶独立共款，拢毋是天顶拨落来诶。这个国家有诶是因为被殖民，有诶毋是。咱掠准法国文学使用母语写作是天生自然诶，其实毋是。法国人原本毋是使用法语写作，是使用拉丁语。一直到1549年，七星诗社诶杜贝勒发表保卫甲发扬法兰西语，才开始使用法语，然后才有明典使用法语写出明典随笔，安尼才有即卖诶法国文学。咱掠准俄国使用母语写作是天生自然，其实嘛毋是。伫普斯金进前，俄国人是使用法语写作诶，因认为法语较高雅、较合用来写作。若无普斯金，自然无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个伟大诶作家。咱掠准英国使用英语写作是天生自然，其实嘛毋是。英国伫1066年，互讲法语诶 Normans 征服乔瑟进前，英国人使用法语写作。若无乔瑟，就无英语文学，甚至嘛无英语。美国敢就是自来使用母语写作？毋是。若无 Emerson 发起美国文艺复兴运动，美国人袂用美国英语写作，因会亲像 Emerson 讲的，继续捡欧洲人的潮水啊，饲因的子孙。日本爱一直到7世纪奈良时代，也到末日收集日语好歌、万叶集，才开始有日语文学。到1001年，石器木才用日语刊啊创作出伟大的小说《源氏物语》。若无日本人还在写中国文言文，中国爱到1919年乌石发动白话文运动，才开始有华语母语文学。若无嘛是还在写文言文，文言文从来毋是人讲的话，毋是任何人的母语。咱台湾呢，